華欣火車站係泰國最古老又最靚嘅車站之一。舊站喺1911年興建，採用紅白相間嘅泰英混搭木造風格，仲有間皇室專用候車室。而家已經完成歷史任務，轉型做打卡景點同展示鐵路文物嘅古蹟園區。2023年底啟用嘅雙軌高架新站，設施變得好現代化，亦保留咗舊站嘅經典配色。現時每日大約有10至14班列車通過，連接曼谷同泰南地區。多謝你睇到最後，我哋都好珍惜你哋嘅留言，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係 Rail Tutor。